帝面前，伊是看着咱学老的主，看着咱敬拜的主。特别今仔日，咱感恩节的主日，咱要将咱的心、感恩的心献到主的面前。诗篇28篇第70讲：耶和华是我的快乐，也是我的顶牌。我的心倚靠伊，我要得到班赞，所以我的心特别大欢喜。我要用我的诗歌来学乐你。咱这时阵，咱做伙来祈祷。献上咱的感谢，献上咱的学乐伫上帝面前。咱做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伫清早呼召阮来到这个所在，我们来调见你，也要将阮对你的学乐、对你的敬拜，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予你。主啊，恳上帝你帮助阮，阮的心单单仰望你，阮的心会当亲近你。我有一个较无的心来调见你，愿上帝你带领阮早起的敬拜，我用全心全人来到上帝你面前来敬拜你。做阮清早伫你面前要安尼祈祷，向你呼求，愿你垂听阮的祈祷，也互阮伫你面前所摆列的这一切。诚最芳芳的祭献到你的面前，阮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咱用这首诗歌来到上帝面前来祈祷，咱谦卑伫你面前向伊恳求，举起咱的手来敬拜伊。你我同心来祈祷。来到主面前，谦卑跪落，耶稣，是怜悯的主，咱仰仰主天，举起双手，求你拍开天的门，将丰盛的恩典。路充满宇宙世界，罪恶大基主甘愿公义的福水，关马伫你我的心手，叫你拍开天的门，将丰盛的恩典。路充满宇宙世界，罪恶大基主甘愿公义的福水，关下伫你我的心手。咱今日是感恩节，咱为着下几项代志，咱献上感谢。头一个，咱的感谢为着咱家己现在会当伫这所在的组织来献上感谢，来遮敬拜，咱来献上祈祷。过去一单，咱可能拄着一的困难，拄着一挑战，咱有欢喜的代志，也有忧伤的代志。咱可能咱的身体也有健康出一寡问题，咱的个人的财务可能有一寡破缺。毋过，咱要感谢上帝，互咱今仔日会当这个所在。踮伫这个所在，咱会当甲上帝三千军，这就是一个感谢的代志，感恩的代志。无论过去是啥物款的状况，总是上帝保守咱，会当互咱伫这个时阵住伫这个所在。所以咱为着这个代志，咱开声来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看着阮学乐的主，我要感谢你，学乐你的生命，你保守阮一切拢伫你手里。无论过去的顺境还是逆境，总是这时阵你予阮会当到伫这个圣殿来敬拜你，这是偌尼的感恩的代志。上帝你偌尼的予阮得到这个大的恩典，留阮的性命到这个所在会当来敬拜你，来对啊，阮诚实感谢你，落到你的生命，来对啊，是主。第二点，咱为着咱的家庭来献上感谢，咱的家庭来养饲咱，予咱成长。
咱会伫家庭中间来学习要安怎听，学习要安怎接纳。所以咱为着这来感谢。伫过去一当，咱的家庭可能有一个代志发生，有冲突，有流目屎，有哀伤，有分离，总是嘛有一个互咱真快乐、欢喜的代志。无论顺境还逆境，这拢是互咱成长的过程。所以咱这时阵，咱感谢上帝，互咱有家庭，互咱有亲人，会当互相来扶持、互相鼓励、互相安慰、互相分担咱的艰苦，然后互相接纳。是一个有听的一个家庭，所以咱为着这个代志，咱献上感谢，感谢上帝，互咱有一个好的家庭，互咱伫这所在无论顺境逆境，互咱伫这个所在，咱得到成长，啊，得到接纳，啊，得到听，咱开声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我感谢上帝，你会听，感谢你伫阮生命中间赐予阮一个阮的亲人，阮的兄弟姊妹，阮的父母，伊养育阮大汉，伫这个过程中间，阮有一个无共款的经历，无论顺境逆境。无论阮的家庭对我个人有啥物款的不同款的作为，总是这拢是互我得到成长，得到我一会当分享听、分享接纳一款的学习。我要献上感谢，献上报道，非常你保守阮所有出来的兄弟姊妹，阮的家人，拢有主你的听内底得到好强的完全，互阮的家庭针对一个主你喜爱的家庭。咱第三点，为着咱有过去咱有教会的生活来献上感谢。过去一当，因为有教会，安怎咱会当互咱我认捌上帝，也有教会的牧师、属灵的长辈，引带咱、教导咱，成做一个好的上帝的囝儿。咱有一个咱的兄弟姊妹为咱祈祷、服侍咱，也有一个属灵的谈判，伫小组、伫团契、伫咱日常组织的中间来分享。上帝会听，诚做咱会当军队做骹步的时阵有稳定、有纪律、无野线。咱为着咱有教会的生活，为着咱会当诚做上帝的主囝儿，有好的兄弟姊妹相甲咱陪伴。咱为着安尼，咱献上感谢，献上祈祷，咱开声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上帝，你伫过去一当你帮助阮，互阮伫教会内底有一个学习，有一个互阮会当来互相来服侍的所在，我要献上感谢。伫这中间，我会当经历着上帝你的听，伫阮的中间，也互阮来学习要安怎来听人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阮哈利路亚是啊，你帮助阮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教会的生活中间，我有喜乐，交对一人的帮助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上帝你，哈利路亚是主。所以咱为着咱家己未来的日子。咱会当生活有快乐，行路有上帝光来引带来祈祷。咱为着咱教会要迈入50几年，咱有一个时间要推展，咱为着这时间来祈祷，也为着咱教会，咱诚做一个喜爱敬拜、委身祈祷、热切宣教，诚做祝福人的教会。咱献上祈祷，看上帝来引带咱个人，引带咱的教会，咱开声来祈祷。主啊，阮为着阮家己未来的路献上祈祷，感谢你继续引带阮头前的路站。我相信上帝你要使用阮每一个人会当来服侍上帝，服侍教会，互阮的教会，互阮个人，每一个人拢会当享受上帝你的恩典，享受上帝你对你来上天的恩赐，互阮互相来帮补，互阮每一个人会当做一个荣耀上帝的人，也互阮的教会特别是明年要迈入50几年时阵，阮的教会会当诚做一个祝福人的教会。哈利路亚，是来使用阮上帝你使用阮的教会，使用阮教会诚做祝福的教会。哈利路亚，是来做哈利路亚，非常你帮助阮的教会。哈利路亚，是来做你教会的帮助阮所有的姊妹。你我同心来祈祷。你我。同心来祈祷，来到主面前，谦卑跪落，耶稣是你名的主，人也人听，举起双手，叫你拍开天的门，将丰盛的恩典。阿罗。
充满有着世界。最后看见主降临，公义的福水，关爱伫你我的心中。你拍开天的窗，求你拍开天的门，将丰盛的稳定。路充满有着世界，最后看见主降临，公义的福水，关爱伫你我的心中。咱为着早起的敬拜，咱献上祈祷，求上帝形容咱每一个人，赐落搁较侪较无的灵，敬拜的灵，无老的灵，伫咱今仔日的礼拜中间。咱也互逐款的服侍的敬拜，咱会单单归荣耀上帝。特别为着今日，咱要讲道的分享的夏牧师献上祈祷，求上帝鼓我伊的嘴，也开咱的耳，也听见上帝对牧师的教导中间，要来教示咱要安怎诚做一个会晓感恩、会晓学老、会晓敬拜、会晓亲近主的人。咱开车为着早起的敬拜，早起的整个礼拜过程，咱献上祈祷。献上感谢，还有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，献上祈祷。特别早起你呼召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到这个所在，阮要来敬拜你，要来说这段伫上帝你的面前，因为上帝你这时阵临在伫阮中间，帮助阮早起的敬拜，互阮多一较无，互阮较侪亲近的心，互阮早起的敬拜中间，会当有上帝你感恩三句。透过早起的敬拜，我搁一遍来更新阮每一个人的生命，我搁一遍会当知影要安怎献上感恩伫上帝你面前。主啊，你感恩你的帮助夏牧师早起所传讲的信息，朝着阮每一个人的苦难，朝着阮每一个人帮助来对是。主啊，阮感谢上帝，你早起呼召阮到这个所在，阮要来敬拜你。感谢上帝，你设立你的宝座伫这个所在。阮早起伫这敬拜中间，看见上帝你荣耀彰显伫阮这中间，也互阮每一个人的心拍开，互上帝你真理的光照光阮每一个人的心。透过夏牧师早起所传讲的信息，透过夏牧师开帖上帝你的真理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搁一遍更新阮家己的生命。主啊，阮早起的敬拜要看见上帝你荣耀，上帝你的灵临在阮中间。感谢上帝你派天军天使围绕这个四周围，互阮会当专心来敬拜你，互上帝你的名得到高举。主啊，阮有一兄弟姊妹还未到阮中间来，感谢上帝保守因的脚步，会当回平安到这个所在，甲阮做伙领受上帝你赐落属天的恩典伫阮中间。阮清早伫你的面前，献上感谢，献上阿罗，愿你的名得到高举，愿你的荣耀彰显。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今日是感恩节，咱做伙起立来吟这首诗歌，天父恩典真正大。并且你拢会做伴，咱着所生你的恩，一日也无存，何在会简单变正欢喜，烦恼变福气，一点较隐藏，无人阮的拢无算，为咱的心。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着学路天下因心，何天地拢总相甲欢喜。天地恩典真正大，日日地引传，无论风言也并且。所生你的恩，
真欢喜，烦恼变福气。伊在较阴山，予人阮的拢无山。开咱的心怀，平安福气有这么大，咱着无为啥阴心？好天地拢总三角欢喜，在阴川。伊在较阴川，予人阮的拢无山。咱的心怀，平安福气有这么大，咱着无为啥阴心？好天地拢总三角欢喜，在较阴川咱，伊在较阴川，予人阮的拢无山。咱的心怀，平安福气有这么大，咱着无为啥阴心？好天地拢总三角欢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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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天地拢总三角欢喜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，我感谢上帝你。变卖主，变卖转变的主，变更观念，一切恶老拢你的。变卖主。百转变的主，你宝座当年喜乐到地方高，大高谷当新高谷，主耶稣宣扬，来欧罗当新欧罗，变更的滚罗。拜尊贵的主，伊把配苗到地里了，把光给我。愿拜主，愿拜尊愿的主，愿更观念，一切恶魔拢你的。百万变的主，你宝座三边喜乐，高地万高，来高谷，当心高谷，主耶稣宣扬，来欧罗，当心欧罗，变更的滚罗。
圣诗第19首，为着